大家好，我係 King 師傅啊。嚟緊咧就呢條片咧就會講咧1972年出世嘅朋友，1972年2月4號去到1973年嘅2月3號出世嘅朋友嚇，因為立春先會進入咗去壬子年嘅當年啊，自己 check 下2月3號、1月4號出世嘅朋友，自己 check 下當年係究竟係邊一個時間進入立春啊嚇。好啦，咁啊嚟咯喎，壬子年1972年出世壬子年喺2026年丙午年嘅朋友嘅運勢咧，今年係會比較俾個環境控制住，唔係太喐動到嘅嚇。俾個環境即係我形容為冚咗兩張棉胎、三張棉胎。1972年肯定冚個棉胎啊！我都冚過，冚個棉胎乜兩張棉胎喎，兩張啫，未到三張。哇，好重，喐唔到。即係今年你個自身環境就係個環境令到喐唔到喎。咁咧都係好事嚟嘅，因為成個環境都比較亂噶嘛而家。好啦，自身宮位裏邊咧就有個好好嘅星啊，貴人星。今年貴人運幾唔錯嘅啊，有貴人嚟幫手，貴人同宮啊，逢事都逢化吉。另外咧直符喺自己宮位咧，代表呢個人喺正面啊、上進啊、努力發展啊，好正面嘅。喺朋友上前邊咧，哇！你叻啊！今年好容光煥發嘅，肯定。而且仲有個好靚嘅門啊，幽門喺開幽生奇門特甲裏邊係好靚嘅。咁啊幽門心態上裏邊咧相對比較悠閒，冇以往咁倒瀉籮蟹，好急好講啊，好雍容華貴，好大方得體咁嘅表現啦嚇。另外咧就個天心咧係今年咧做事處理任何事情嘅時候咧，都會好容易好專心就處理到啦嚇。好似我咁啊好難先會專心到嘅。今年咧特別，就算吉嚟幾嘈都好啦，你今年好容易就可以專心處理問題。好啦，咁但係有啲令到你又唔舒服嘅咧，就係咧平輩朋友緣分一般咯。以前成班朋友成日都會出到嚟食飯，今年就可能會少聚會咗啦，或者平時叫人幫手咧都好容易揾到幫手。今年咧就可能爭少少，要自己搞掂嘅小問題上邊。點解咁講小問題？平輩朋友幫你小問題嘅啫嘛。咁你既然坐咗貴人星、貴人同你，即係大問題咧就貴人幫手呢個可以冇乜大問題。另外咧，今年盡量避免咧去一啲殯儀館嘅地方啦。咁你話去掃墓咁要盡孝呢個肯定冇問題。但係殯儀館咧就如果真係要去嘅話咧，咁大家要可能完咗之後咧，就要記得要攬個火盆啦，咁趨吉避凶一下啦。好啦，另外咧外間對你嘅要求咧比往時高咁對你嚟講壓力嚟嘅，但係你有貴人工嘛，你有貴人喺度嘛，你自己都正面上進，你自己對自己嘅要求都高咗，所以咧呢個問題不大。好啦，另外咧就有啲星嚟幫你嘅，譬如靜啲嘅地方啦。冷靜啲啦，靜啲嘅地方啦，去諗嘢咧，心思細密少少咧，再諗深入啲咧，對你有益嘅。今年會多咗啲口角是非，咁唔一定口角是非係唔好嘅，有好多時口角是非出咗嚟係對你有好處，咁所以今年身邊會多咗呢啲是非喺度議論咁可以唔理佢哋。好啦，另外咧大嘅事情上邊咧，傳統上面係咁，即係你嘅工作、你嘅生活上面啲嘢都係咁樣處理，都係咁噶啦。盡量唔好改變唔改變大事上面唔好太大改變，對你係有益處嘅。處理事情嘅時候快啲處理咗佢，係對你亦都有好處。自身上面好好，冇咩大問題好開心今年1972年出世嘅朋友。工作咧就同你比喎，仲又係好好嘅。不過今年咧工作上邊咧會有多咗啲濕碎繁瑣嘅嘢處理，但係對你嚟講都係好順手嘅。同上司關係幾唔錯，好好，亦都唔會煩到你好喐。大家同一個宮位有傾有講有商量。到錢銀啦，錢銀咧就你追住個錢咁因為成盤數咧都係伏吟嘅，啲錢係咁上下，盡量唔好喐佢。今年都唔好喐。咁財運算係合格啦，今年冇咩大件事嘅。但係咧財帛宮裏邊有粒大漏財星，又係嗰句唔好喐，啲錢撳住佢，呢兩年撳住佢唔好喐。如果要買嘢嘅漏財嘛，應咗佢啦。以前就買樓啦，係咪？而家買金粒，買金實金粒
金條仔咁啊買起佢儲起佢啊。紙金咧唔太建議，因為你唔知幾時邊啲金融機構會出問題，咁所以就唔太建議。今年財運 OK 嘅。好，跟住咧去到感情嗰部分咧就OK 喎，可以喎，大家都比和嘅喎，比和意思就係有傾有講嘅喎，幾穩定，唔錯嘅喎，可以嘅喎。不過男士嗰方面對感情嘅表達可能會悶啲啦，冇乜變化啦。到健康咧，健康就係冇大問題喎，又係少少輕微極輕微嘅傷風感冒，甚至乎冇病冇痛啊。咁今年嘅出世嘅朋友，1972年出世朋友幾好啊，今年個運啊，咁恭喜晒。好啦，咁喺1972年出世嘅朋友咧，大家可以咧俾個關注我，點個讚，俾個 like 啦嚇。如果想知道今年專為你而設嘅奇門遁甲布陣係點樣布嘅話咧，可以幫你出吉避凶嘅咧，咁你就可以評論區度留言咧，就講我想知點布陣，咁我就會揀啲有緣嘅朋友咧，話俾佢知點樣布啊。咁祝大家新年進步，身體健康，就事事順利。多謝。